不少男性朋友会看 A 片，也爱色情漫画。你曾想过色情漫画的画家都是哪些人吗？如果你以为画这些 A 漫的都是男画家，那可就错了。最近日本一位色情漫画家为了宣传作品，首度在网络上曝光自己的真面目，没想到竟是一位身材姣好的大正妹，让不少网友惊呼连连。这本即将发行的 A 漫名为《我的第一次》，就交给你了。私出，画面相当少女，不过内容却有不少让人脸红心跳的桥段。作者西泽武又被网友称作西泽老师，过去他从未曝光长相。这次为了宣传，他在推特 PO 出自己与星座的合照，跌破众人眼镜。因为这位色情漫画家不仅是位女性，而且长得还非常漂亮，一对水汪汪大眼，双峰傲人，甜美又性感，让不少男性网友直呼恋爱了。不少网友看到西泽老师的照片后，纷纷表示，老师竟然是女生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。我以为作者是男的，没想到是正妹，很难想象会画这类的漫画。西泽老师让我恋爱了。